好吃的燕麦原来那么简单，我来教你燕麦的奢华吃法。先放入3匙燕麦片，再加入无糖豆浆，少量多次的慢慢加，让燕麦成型即可。再找个容器铺上保鲜膜，把刚刚的燕麦铺平，先放一边等待。再挖一些希腊优格，加入奶茶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咯。再拿出芝麻粉，加一点点热水，水量不用多，大概这个浓度即可。再拿出刚刚等耐很久的燕麦皮，铺上芝麻，再铺上优格，就可以包起来咯。放入冰箱冷藏2到3小时之后就可以吃咯。减脂期的方便早餐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快点动手做看看，记得收藏影片，以免找不到哦。